这些线都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把它看作某一种爱，某一种恨，某一种欺骗，某一种善意，某一种恶意，某一种讲不清的纠缠。哎呀，哎，舅，你去哪儿了？黄师傅，你这咋了？我先喝口水，喝完了给你俩慢慢说。我来。舅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我不识字儿，反正你按我说的那么连线就对了。那黄师傅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咱们啊，应该抓紧时间去一趟梅花山庄，去梅花山庄干嘛？找线索。舅，你这怎么坐第一次车就睡着了？我是有点晕的。就你这次来连城可够可以了啊！火车坐了，汽车也坐了，太有面子了。你这不得发表个感慨啥的？行，我就简单说两句。快点上！哎，舅，你说你这好不容易坐回车，你咋还晕车呢？前面不到5里，就是梅花庄园了。据说已经被高大帅给征用了。被征用了？庄主是个富商，见李丹被刺杀了，其实就是借着捉匪的理由，带着军队巧取豪夺。我怎么听说这梅花庄园的庄主夫人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呢？那这富商一死，岂不是就落到大帅手上了？可是，咱们这次去梅花山庄，用什么理由呢？只能说是借着调查刺杀案的理由了。但是这个高大帅势力一手遮天，我这个巡捕探长此行未必会顺利。
哎，你们为什么非得去梅花庄园呢？现在局势那么混乱。那个，那马图告诉我，花木匠曾经为这个山庄的夫人啊打造过一个香沙发，只有找到这个富商夫人，才有可能解开很多的谜底。查什么案呢？啊，不就是几个马匪图财害命，已经被本大帅就地处决了。被害者死在卧室里面，我想去现场调查一下，找死者夫人李秋熙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，老子在这儿是多余的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深入了解一下案情，也好做结案报告。这是我的证件。你他娘的听不懂老子说话是吧？你说是巡捕，老子就让你查。滚蛋！别拔枪，别拔枪，别拔！冷静，冷静，不掏枪，不掏枪，不掏枪！妈的，冷静，干嘛掏枪嘛？哎，误会，高大帅，都是我告诉你们几个，现在战事吃紧，有在这儿恣意扰乱者，一律给你们按妨碍军事罪枪毙了。高大帅，其实呢，我是个记者。记者？对，想给您做个专题报道。这个太无视吧？不识字。哎，对，泰晤士报。你们这个报我知道，有点意思啊。我们呢，就是想做个专题报道，报道高大帅这个英明的领导，带着众将士们向死而生，英勇杀敌，肝脑涂地。说得好，就得做一期专门的报道，说说我这出生入死的兄弟们，啊，写好了，老子有赏。谢大帅，谢大帅。这回是，我，就为我舅，多年老木匠，顺便过来看看高大帅这儿有什么需要修修补补的。你他娘的说老子这都是破烂啊！啊，滚！滚蛋！滚！快点！他不好意思啊。这，高大帅，请你们再回去一趟。看到。相识就是缘分啊！既然来了，咱们怎么着也得吃个饭。高大帅，不必客气，我们此来并无他意，我只是想来。我是个粗人。小兄弟说得好，我们这些当兵的呀，就只知道为黎民百姓好。吃，这些个都是我专门请的京城的厨子给你们做的。哦，高大帅好品味啊！这一看都是京城的名菜，好品味。小兄弟见多识广啊，就是比我们这等粗人强，也比你个匹夫强。这位木匠师傅，称呼来着？哦，我叫黄沙谷。黄师傅，是不是对木质家具非常的精通啊？精通不敢讲，我就是个吃百家饭的手艺人。哎呦，百家饭好啊！能吃百家饭的人都是高手。哦，那不敢当。这个鲜美的鱼肉，得大口大口的吃。
但是啊，这鱼肉里边有特别多的乱刺儿，容易卡到喉咙。王师傅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，既不破坏这鲜美的鱼肉，又能把这根刺儿整根的给剔出来？我呢，平时老是跟木头打交道，这个拔刺儿，我确实是不太擅长。王师傅误会啦，本大帅是有求于你。您别说求，有事儿啊，请讲就是。好，有个西洋沙发，我想把它给拆了。那这个西洋沙发在哪儿？就是这个沙发。哦，就拆这个。哎，这个沙发看起来挺普通嘛。为什么要带走啊？我夫人喜欢呢，我夫人舍不得这个沙发。您夫人是？就是山庄的夫人了。对，秋熙小姐就是我夫人。哦，明白。大帅，这个沙发我可以把它拆了，如果什么？如果我把它拆了，能不能跟夫人见一面？我有点事儿呢，想跟她了解一下。问什么？这么跟您说吧，打到沙发的这个人呢，有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亲戚。我想呢，问他一下啊。王师傅，问是可以问的，但是该问什么，不该问什么，不该问的绝对不问。老师傅就是稳妥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这活儿你算是接了啊？既然接了，就得干好呀。过来。本大帅现在去马头山剿匪，4个时辰之内转战他地。如果4个时辰之内你们把这个沙发给我拆卸好了，每个人都上大洋。如果拆卸不好，或者有什么损坏，本大帅就用妨碍军务、贻误战机之罪拿你们审问。明年的今日，也就是你们的忌日。哎，大帅，关大帅，别动，进去，走，进去，进去。咱们怎么落到现在这个处境啊？舅，事已至此，全靠你了啊！没问题。童叔，不应该带你到这儿来。哎，爸，现在就别说这种话了。我没事儿，我才不怕呢。其实，咱们也可以往好了想啊，说不定高大帅就是想让咱们拆这沙发呢。哎呀！潘队长，你看这儿，这是啥呀？好像是干了的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高大帅非要让我把这个沙发拆卸之后才搬走？说不定跟这个血迹有关系。各位，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好几遍，看似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西洋沙发，实际上它跟其他的沙发大有不同。不同？这有啥不同啊？你看啊，它的皮质、铆钉，包括造型，看似是西洋造，实际上呢，我敢断定，它的技艺完全是传统的
木工手法，而且在非常重要的部位，全部采用了榫卯结构。这个沙发木材的用料非常讲究，看似是同一种，实则不然。它采用了黄檀、小叶紫檀、红酸枝、黄花梨等几种名贵的木材汇集而成。用这么多不同的木材，舅有啥说法吗？这个我倒不清楚，但很肯定，这些木材都是当下非常名贵的。黄师傅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法打造一个沙发呢？这个我也没想明白，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，他的手法绝对来自于釜山派，而且如此细致的做工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肯定是白斗所造。白斗，这个沙发打造起来肯定是下了不少功夫，但是啊，如果想把它完整无损的拆好，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干千年，湿千年，干干湿湿才3年。这么多木材汇集到一起，再加上干度和湿度以及榫卯的不同，如果拆卸的时候受力不均匀，那榫卯很容易被折断。如果折断了，拆都拆不好，更别说组装了。黄师傅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也好办，我不是带了一本叫《鲁班镜花匠》吗？拿到这本书啊，咱们照着书上所做啊，就可以拆好了。舅，你还白活那么半天，赶紧拿书拆啊！不是，我这来的路上不是恶心呕吐吗？我就把那个书啊放到车里了，你们赶紧把书取过来啊！快快快！别动！哎，两位大哥，别紧张，我们不跑，我们有东西放在车上了，有那东西我们才能拆沙发。大帅有令，你们任何人不得出去。那你跟你们大帅通报一下，我们出去拿个东西，马上就回来。越过门线者，格杀勿论。那你带我们去哪行了吧？没有收到指令，不予执行。别那么死心眼儿嘛，我们这是帮你们大帅做事儿。大帅不在，请示不了。那规定的4个时辰完不成怎么办？大帅有令，完不成或损坏，就地实行。那我们也需要工具啊。这不是我们想的问题，军人只有服从命令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这个地方有个出风口，哎，我爬一下试试。小心点啊！不是，你还是下来吧，你肩比我宽，估计爬不进去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我来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身板最小。哎，不是，你拖我一把呀。哦，注意安全啊！1、2、3。那尸体现在才想起来让我们去烧了，都臭死了。你说谁杀了这人啊？谁？我觉得就是他那个二姨太，硬是勾搭的那个小白脸，谋财害命。别说，那二姨太长得真正点，如果跟她睡上一觉啊，这辈子都值了。那婆娘现在已经是大帅的人喽。不过说这个富商啊，估计以前也没干过什么好事儿。
这就叫报应。来来来，抽死！哎，好沉啊！这个坡还真沉。我回头。你他妈能不沉吗？还这么重，哎！太怎么样？都找汽油，赶紧把它烧了。继续，辛苦了。红叔，你怎么样？脸都发白了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黄师傅，快！好，辛苦啊！抓紧快！我知道。原来是红嘴朱雀的技法，这种榫卯结构，如果没有这本书，短时间内确实难以破译。我知道了，来，有办法了。来，大哥，你摁住这里，关东，你压住这里。童叔，你也来帮忙。记住啊，正下3寸，以丑位。记住，左脚抬起，右脚发力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这是第一个榫卯已经打开了，第二个右胜脚下，丁右位，记住啊！来，我们所有的力道向左发力，向左发力，摁住啊！来，1、2、3，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啊！如果剁好了，就能打开这个沙发的总榫卯。来，这一次记住啊，是右脚抬起，左脚发力啊，1寸3尺位向下压。来，下压，1、2、3。
我的个老天爷呐！王师傅，怎么那么复杂？这里边不会之前藏了个人吧？这刚刚好。你看，那还有食物残渣，那应该是污水。这个应该是水，里边之前一定藏了个人。时辰到了。是啊，这，哎，怎么这么安静？看看去。没人了，人呢？好像外面也没人了。怎么变得这么安静？就是啊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有人吗？我们出来了。我去那边看看。王师傅，怎么样了？舅，你还在这儿看啥呢？我刚刚弄明白一个事儿啊，为什么咱们4个人刚才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把这个机关打开？如果这一个人他单独来，他是怎么打开的？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。另外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窥孔，你看一下。你看见我没有？我能看到你。这个窥孔，它的奇妙就在于只能从你的那面向这看，从我这儿看不出任何的不一样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只能从里面往外面看，而外面看不到里面。对。到底谁会藏在这儿啊？是他。我叫吕秋熙，这里是我的卧室。没想到，这沙发竟是这般模样。大帅将我囚禁在此。下午听说，他刚刚被另一伙军阀诛杀。看守我的士兵也都作鸟兽散，怪不得这庄园里都没人了。那你先生之前是怎么死的？就在那个沙发上死的。庄园遭此劫难，吕小姐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东西悉数都被搬走，多数人也都遭他们所害。明日我就离开梅花庄园。那为何你对这个沙发存有执念呢？高大帅之前为了你，都想拆了它。因我腰有疾病，唯有坐在此沙发上，方可得体舒适。没想到，里面竟是这般模样。那，你先生为何会死在这个沙发上？当时你在哪儿？你在做什么？给我编回去！老子都请你随便好，但是有一点，听话。你不必担心。我是巡捕房的潘探长，这次来就是为了破案。
就是我的证件被高大帅给撕了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，让你现身瞑目的。那晚他喝了很多酒，一进屋就坐在了沙发上。老袁，老袁！哎，太太，怎么了？快去报警！大哥被杀了！快呀！是。哎呀，梅花庄园有多少武装人马？保卫总共有10个。哦，武器放在哪儿了？武器。快说！我说，武器就在伙房对面的房间里面。没想到啊，假装出来剿匪，还有意外的收获。来啊，走！集合队伍，牛头山不去了，掉头向西，咱们去梅花庄园耍一耍。好。我让管家去报警，没多久，高大帅就包围了梅花山庄。都什么人啊！我要让他们登报，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罪行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沙发是何人所造啊？花木匠。花木匠？他本名就叫花木匠吗？大家都这么叫他，因我腰有疾病。特地去求他为我定制了这个西洋沙发。这么说，你见过他？见过几次。他长得什么模样？身躯佝偻，无法直身，体型干瘪，相貌略有不堪。那看起来有多大岁数呢？似乎70有余，不过他重病缠身。咳嗽不止，真实年纪应该要比看上去小很多。不对，白的不是他描述的那样。那你为什么专门去找他做这个沙发呢？之前找过几个木匠，皆不如意，但大家都说唯有花木匠的木工技艺超群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他从不露面。平常也都是他徒弟去接待，不过每次我去，都是他亲自为我丈量的腰身。打造个沙发还要丈量腰身？因为他说最极致的沙发，必须要根据骨骼脉络量身定制。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住的地址？请问，是你？应该是我师弟黄沙谷了。
原来是师傅的同门呐，那我输给他可算是心理平衡了。他主学鲁班书派，木匠手艺相当了得，就连制造工具都能就地取材。说实在的，咱自愧不如，我也没敢跟他说你是我的师傅，怕给您丢脸。记住，第一，不能给他提我的任何信息；第二，慢慢接近他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让我知道；第三，我年轻时有愧于他，你尽可能的暗中帮扶。哎，师傅的话我记住了。哎，原来你们还有这些恩怨啊？不提也罢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那时候我才10几岁，时常想俺爹、师傅，还有他。那不如见一面，相逢一笑泯恩仇嘛。师傅，喝水。哎，师傅喝水。说不像是假，可我无脸面对。我连师傅最后一夜都没见，就赌气离开了酒庄。后事见黄沙谷少礼。师傅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可千万莫要自责。凡事皆因果循环，今日之果，即往事之因。我自己种下的罪恶之果，自然会归结于我身。不然，你师娘和我女儿也不会离我而去。您老提这些干嘛呀？您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呀。反正师傅的话俺牢记在心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事情就是这样。那白斗现在在哪？屋里等你。他怎么走了？酒急肺痨之际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2天前的事儿。临走前，可曾留下什么话？这是他临走前找写字先生写的，叮嘱我要亲手交给您。我不认字儿。沙谷，见字如面。但这一面我等了很多年，大概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与你见面。此生愧对于你，多年的恩怨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师叔对我如父如母，令我难以报答，而对你的伤害，则又是一道愧疚的伤疤。我与你这一面，为何没有见到？其实说来话长。此前，我结识了一位青年，名叫张允生。让，等一下，哎，让，哎，让，哎，小心！听说花师傅手艺超凡，想找您做点东西。我想做个人，价格无需商量。这东西啊，真做不了，您另谋高就吧。我早打听过师傅了，您要是做不了，这世上就没有人能行。木匠说人偶传出去非常荒唐，俺真做不了，赶紧走吧。做不了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哎呀，来，哎，小伙子，你这是图个啥呢？花师傅，
算我求您了，您帮帮我行吗？起来，起来说话。您帮帮我行吗？什么人呢？非要做个人偶？救他！白香，好像不是。像谁？我女儿白香和她娘离开了。她叫吕秋熙，我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彼此相恋多年。可她家中不裕，她嫁给了梅花庄园的一个富商，而我也有了家室。那你为啥非要做我人偶啊？托我有刚的爱台里，我们彼此天各一方，时间越来越长，对他的思念也越来越深。失去他最糟糕的莫过于，他近在身旁，却犹如远在天边。既然你们两个各自为家，我已经死了一半了，另一半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师傅，有位小姐非要见您。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做工的事儿全由你们负责。她要求做个西洋沙发。做西洋沙发，找我这做花木匠。所以她必须要面见您嘛。不见。花师傅来了。花师傅您好。白香，白香。我叫吕秋熙，这次特地想请您帮我做一个西洋沙发。吕秋熙，他叫吕秋熙，我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你是梅花庄园的？花师傅，您认识我？是，告诉不，你做沙发，为何做西洋沙发？我先生常年跟洋人做贸易生意。家中也全是西洋家具，所以不想显得太突兀。这就要回去了。多谢，我还有事呢，就不在被子里过夜了。不会做西洋风格的。其实什么风格不重要，因我腰中有伤造成不便，只要舒适得体便好。行了，放这吧。夫人要的沙发必须我本人安装，因为其他人安装不了。请进。好。好接客。白香，爹想你。白香。
杀骨无念，就此别过。一切都过去了。他虽然伤害过你，但你万万不可记恨他。白氏父子跟随师父半生，师父已去，他也同他挥别了。于是，一定要找到白豆，把这本书交付于他，也替俺了解彼此的怨恨，化干戈为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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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路走好。此生靠木匠为生活口，结交二位生我至亲。而今身体疾病已久，想来时日不多。几日后，我还想去个地方，也许永远不归。这次算咱们最后道别。你帮我实现了孩子的梦想，对我此生也是主意。白师傅，大恩不言谢。哎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谢谢啊，妹子。洗个衣服赚，你看洗了多少钱？衣服洗了几件？莫阳光是吧？我想给他200个大洋。是黄正虎吗？啊，是我。你的电报。啊。连城发来的。连城来的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不识字，你给念念呗。把火车票先给我，咱俩都提前说好了。给你拿5块大洋，15块行。你跟我一起下去。那加钱啊？你是不是摊上啥事儿了？不是缺钱？
爷爷，这世上有没有鬼神啊？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人这辈子活的只是心，活着的时候做事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勤恳踏实才是做人的根本。鞠躬尽瘁不足功名，方为真君子。无怨无悔，坦荡无愧，才是真英雄。